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2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章46节到55节，《撒母耳记上卷》第1章第1节到18节，《希伯来书》第9章第1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大祭司。咱有讲过参孙的出世，因为伊的老母无法度生育，伫上帝差遣天使宣告伊特别有一个囡仔，而且这个囡仔将来是高酒、薄酒拢袂啉，将来伊要服侍上帝，带领以色列人对抗强敌非利士人。伊的这份好啊，亲像祭司。也有先知的这份，也更较有军事领导者的身份。圣经中间有侪上帝仆人的出世的背景，拢好咱亲像。因为老母或者是到伫年老，或者是少年，但是拢袂通生育，但是拢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然后得到一个生囝的应允，但是呢，这个人落尾拢成做上帝的仆人，被上帝竞选，甚至亲像这个耶利米先知所讲的，上主对我讲，我也未互你伫母胎家行进前已经经历。你还未出世以前，就甲你分别做圣，选入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这是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5节记载。另外，伫诗篇139篇大笔的诗篇的中间也安尼讲：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，通行为。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。我未成形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早就应允，并且呼召伊的仆人，成做先知，成做士师，也成做祭司。撒母耳的老母汉娜的情形嘛真类似。撒母耳上卷第1章第1节到18节记载着汉娜的困境。以及上帝怜悯的恩典。以利加拿甲伊的家眷，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拿，伊住伫以法莲山区，所弗种族得大的拿玛，伊是以法莲人，所弗的元孙，托付伊的干仔孙。以利户的孙亚罗罕的囝，以利加拿有2个某，一个叫做哈拿，一个叫做比利拿。比利拿有囝，哈拿无囝。以利加拿当年对伊的本城上去示罗敬拜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佮对伊献册，伊哩2个囝，何弗尼甲菲尼哈，伫遐做上主的祭司。伊哩加拿特别献祭，拢分献祭的肉，互伊的某比利拿，甲伊的囝查某囝各一份。毋过伊哩加拿摕互哈娜较好，因为伊疼哈娜。可惜上主互伊无生囝，
因为上主互伊无生囝，甲伊做对头的比利若不时激伊，互伊硬心。即款的代志，逐年咧发生。逐摆汉娜上去上主的厝的时，比利若照常安尼激伊，伊就低头，食袂落饭。伊的丈夫伊哩干那甲伊讲：“汉娜，你是安怎伫哭？是安怎毋食？是安怎伫伤心？有我减无比10个囝较好。”汉娜伊急伫西罗食了后，汉娜就站起来。迄时祭司伊哩坐伫上主的殿门条边坐地，汉娜的心艰苦，对上主祈祷，目屎直直流。汉娜向员讲：“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你若真正关心你的女婢的苦情，眷顾我，无袂记起你的女婢，使你的女婢生一个后生，我要互伊一世人献互上主，拢袂甲伊剃头。”汉娜对上主祈祷无停，伊哩注意看伊的喙。汉娜静静祈求，只有喙唇紧张无出声，所以伊哩想讲伊是酒醉。伊哩甲伊讲：“你要水偌久？毋通去啉啦。”汉娜应讲：“先生啊，我无得水，我是一个真伤心的查某人，无酒交酒拢无啉，不过得对上主吐苦情。毋通看你的女婢做歹查某，我祈祷无停，因为真怨叹，心艰苦。伊哩应讲：你平安得转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照你所求的赐予你。汉娜讲：愿你的女婢对你得到恩惠。汉娜回去食饱了后，就无搁忧头甲面。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王，是上帝所差遣来成做世界的主。照伫变魔山的记载，耶稣基督有先知、律法，还是讲王的身份。另外有一个身份是祭司。希伯来书安尼描写耶稣基督的身份，讲耶稣基督是祭司，并且是终极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9章第1节到14节，头一个得嘛有礼拜的规定，甲地上的圣所，有一个大好势的帐篷，头前间叫做圣所，内面有灯台、桌甲献祭的饼。第二个帐篱的后面间叫做至圣所，内面有金香炉，甲全部用金的约柜，柜内有放玛纳的金瓯，阿伦迄支布院的管仔，佮2地的石板，柜顶有荧光的天使基路伯，因的膝也堪是运作。关系这的事，现在我袂当详细讲明。这物件照安尼安排好势，这时就逐日入去帐幕的头前来举行礼拜仪式。后面间有大祭司才通入去。毋过逐年只有一遍，逐遍就带着火入去，为着本身甲以及民众无意中犯的罪来献。对这的安排圣神有明明表示，帐幕的头前经佫存在，进入至圣所的路就
咬袂开。第五下头情景譬如现世，是讲所现的礼物甲祭品袂当互礼拜人的良心清白，这会简单是关系啉者甲逐款的洁净礼，是属于外表的规礼，只有适应着上帝精心万美的事。毋过基督已经来做大祭司，有实现好事，已经经过较大较完全，毋是人的手所带，毋是属伫世间的账目。伊只有一边进入伫至圣所，毋过用山羊的血甲牛的血，是用伊家己的血，为着咱成全永远的救赎。山羊甲牛港的血，以及牛母仔的骨灰，若压伫无清气的人，拢会因为伊来圣化清气。何况基督通过永远的神献伊无瑕疵的本身予上帝，伊的血将袂互咱的良心更较清气，脱离死的行为，来服侍永远的上帝。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的君王、先知、领袖，也是大祭司。因为伊的献祭，互人甲上帝的关系无搁再处伫这个隔离的状况，乃是一个更好的关系。也因为安尼，互世间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、赦免甲救恩。今仔日是主耶稣基督的圣诞日，咱要领受安尼救恩，愿上帝施予伊的恩典，给咱三个地地。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，玛利亚讲：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，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，对他以后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，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。伊的名是圣，是敬畏伊的人，伊怜悯因到世世代代。伊伸出宽容的手，赶散心骄傲的人。伊将掌权对宝座拖落来，卑微的人甲伊升悬，夭餓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饱，好业的人伊赶散因空手出去。伊扶助伊的仆人以色列，会记得甲因怜悯，照着伊对咱祖先的应允，怜悯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到永远。感谢天父赏赐你独生的囝耶稣基督，成做世间人永远的大祭司，为着世间人会做献祭，佮家己成做大罪的羊羔，互人脱离罪的捆绑，得到救恩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